主席，本人作為民建聯嘅副主席，我謹代表民建聯發言。我們民建聯係堅決反對今日恢復二讀嘅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首先，我哋民建聯要重申，我哋係尊重不同嘅性傾向，絕對唔會因為性傾向而歧視任何人。我哋亦都決不歧視同性伴侶。我哋都同意需要應對同性伴侶喺生活上、日常生活上遇到嘅問題，例如遺產嘅繼承啊、醫院探訪等嘅安排等。我哋認為其實通過具有靈活性嘅個別行政措施同埋政策呢，就足以解決呢一啲嘅問題。然而，今日嘅同性伴侶登記法案係勢必顛覆我哋香港嘅整個一男一女嘅婚姻制度，即係變相承認同性婚姻。呢個將會對我哋一貫堅持嘅主流傳統價值觀，以及我哋香港下一代嘅家庭觀念造成嚴重嘅後果。日後大家可以想像，教科書所教嘅婚姻仲係唔係一男一女？兩個爸爸、兩個媽媽同性伴侶領養細路仔，隨時會變成主流。可以預見嘅係，今日嘅條例一旦通過，係等於中門大開，鼓勵我哋嘅市民合法咁走去海外先做同性婚姻嘅註冊登記，翻嚟就再等於喺本地承認同性婚姻。自終審法院作出相關嘅判決以嚟，其實我哋係收到唔少市民對我哋嘅反饋，裡面包括有宗教團體、學校家長團體等等，佢哋都對當時嘅判決已經表達咗嚴重嘅憂慮。而當香港特區政府將法案提交立法會嘅時候呢，社會個各界亦都對呢個法案表達咗強烈嘅反對意見。早前政府就呢一個法案進行公眾諮詢，立法會係收到超過1萬份嘅意見書，而裡面超過80%嘅意見書係表明反對。我哋見到香港社會嘅主流社會意見係明確堅守一男一女婚姻制度同埋傳統嘅家庭價值。畢竟香港係一個中國人嘅社會，我哋主流嘅傳統家庭價值觀，一男一女嘅婚姻制度係深深扎根喺我哋嘅文化當中。我哋再次重申，我哋尊重同性伴侶嘅性取向，對於佢哋日常生活嘅問題要處理嘅方式，只要用個別政策同埋措施靈活處理就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事實上，呢個問題本來係爭議甚大，香港嘅社會根本喺呢一刻係冇一個共識去顛覆我哋一男一女婚姻制度，顛覆同改變我哋主流嘅家庭價值。而至於立法會呢，其實我哋的確係有責任為我哋香港社會嘅核心家庭價值去把關嘅。對於法院出嚟嘅相關判決，特別係衝擊我哋中國人傳統倫理家庭價值嘅判決呢，並非照單全收。我哋可以睇下喺2013年 W 案件嘅判決之後，及後當時嘅政府當局係有提出過相關嘅法案，呼應當時嘅終審法院嘅判決。但係及後喺2014年呢，當時喺立法會亦都遭到大比數嘅反對否決，可見呢，立法會係具有為家庭價值把關嘅角色。我喺度重申，法院呢嘅功能係演繹詮釋法律，但係真正立法制定法律依然係行政同立法機關嘅功能。如果我哋睇翻岑子健案件裏面呢，張舉能法官就特別提到，唔係法院去決定是否接受承認同性婚姻，係行政同立法機關為呢個社會嘅決定。我希望大家都留意判詞裏面呢一啲嘅觀點。喺呢一度呢，我哋係重申，如果今日嘅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法案獲得通過，就等於打開潘多拉嘅盒子，我哋傳統家庭倫理價值係將會失手淪陷。呢一個亦都會喺我哋香港社會裏面引發進一步極大嘅爭議。故此呢，我哋認為係決不能通過今日同性伴侶登記法案，我哋係堅決反對呢個法案。本人謹此陳辭。